喺好多人嘅眼入面，香港小姐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嘅代表。香港無線電視台喺多年以嚟亦都孕育出數不勝數嘅知名藝人，當中不乏從香港小姐當中選拔而為人熟知。早前有港圈網友喺討論區入面發起咗10大絕美香港小姐票選，歷屆美人同台比拼，結果一出就引發熱議。今日就跟住阿珍一齊盤點一下，睇下你心中嘅前3位可唔可以逼入榜單啦。朱千雪民選冠軍，氣宇重發嘅學霸港姐。2012年第40屆香港小姐競選係 TVB 頭一次打造全港觀眾一人一票定三甲嘅噱頭，從海選開始就賺咗全港嘅關注度。比賽全程朱千雪都係呼聲最高嘅奪冠大熱，長相甜美，笑容親切，冇半點明星嘅架子。網上討論到一路領跑，幾乎係觀眾默認嘅冠軍人選。邊個會知道決賽當晚評委選出朱千雪、張明雅、黃心穎晉級三甲之後，開放全民投票服務器當場癱瘓死機。司儀當場宣布投票環節失效，最終名次完全係按照評委打分嚟定奪。第二嘅朱千雪最後只係攞到一個季軍，結果一出全網譁然。賽後通訊局接到600幾單嘅相關投訴，仲有網友自發發起咗民間投票。朱千雪以壓倒性嘅票數當上民選港姐冠軍，人氣反而比正式冠軍仲要高。入行之後，朱千雪贏得 TVB 嘅力捧，先後拍咗《On Call 36小時2》、《EU 超時任務》等嘅劇集，尤其是《EU 超時任務》入面嘅女警角色圈粉無數，仲攞低過海外頒獎禮嘅最受歡迎熒幕情侶獎，星途行得順風順水。但就喺事業上升期，2015年佢毅然向公司請咗1年嘅長假。先讀完香港中文大學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2016年又接住攻讀咗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博士學位。如今我基本上係淡出幕前，正式成為執業律師，主攻民事同埋刑事訴訟業務。生住一副咁靚嘅面，佢係唔甘心淨係做花樽，靠實力將美貌與智慧並重，活成咗自己嘅標籤。謝嘉怡混血甜妹，率真隨性嘅元氣女孩。中英混血嘅謝嘉怡係2020年屆香港小姐嘅雙料冠軍，同時攞低冠軍同埋最上鏡小姐2項大獎。佢自細喺蘇格蘭長大，爸爸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參選港姐亦都係為咗完成爸爸嘅心願。在此之前，佢幾乎冇喺香港長期生活過，粵語講到岩岩巉巉，連日常交流都有啲難。但就係咁樣嘅佢喺決賽才華環節，偏偏就揀咗最考驗粵語咬字嘅經典金曲《上海灘》。一開口雖然發音帶住濃濃嘅外國口音，但全程大方唔怯場，反而係憑借住呢份反差感瞬間爆火。全網都有讚佢勇氣可嘉，又可愛又玩得，冇半點偶像嘅包袱。謝嘉怡生咗一副精緻標緻嘅混血面，五官深邃立體，自帶清純氛圍感。但私下嘅佢完全都唔中意打扮，唔止一次喺採訪入面坦言自己根本唔識得化妝，平時出門全部都係素顏，就連上節目被路人拍路拍，亦都經常係素住面咁出鏡嘅，毫不在意鏡頭會唔會拍到瑕疵。佢性格爽朗大方，講嘢直嚟直去，唔玩套路，真性情個樣圈咗一大波路人粉。入行之後，佢以個愛回家先開心速遞入面嘅實習生女冠軍，可愛嘅形象令到觀眾印象深刻。但係受限於粵語唔夠流利，演藝發展一直都唔算係突出。近年佢約滿 TVB 離開幕前，翻到去蘇格蘭休養身體，仲同朋友合夥創業做環保品牌，依舊係活得隨性自在、真實唔作狀嘅性格，令到佢始終係觀眾心入面最有親和力嘅新生代港姐。楊思琦綠料港姐，獨立堅韌嘅單親媽媽。2001年，楊思琦參加香港小姐競選，起初冇人睇好出身普通嘅佢，但係佢憑借住清純靈動嘅長相同大方親和嘅氣質一路領跑人氣。決賽當晚一口氣攞到冠軍，最上鏡小姐、網上最奪目小姐、纖體美態獎、最甜美笑容佳麗獎、最修長美腿佳麗獎共6個獎項，一舉創下咗香港小姐單屆獲獎數量最高紀錄。綠料港姐嘅名號瞬間傳遍咗全港，出道就係巔峰。簽約 TVB 之後，楊思琦好快獲得力捧，接連出演咗《無名天使 3D》、《隨時候命》、《特惠行動》等多部經典劇集，
仲攞低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飛躍進步女藝人、最佳女配角等嘅獎項，演技逐步得到觀眾嘅認可，成為咗當代嘅 TVB 當家花旦之一。後來佢歷經感情變故，選擇獨自生下女兒，成為咗單親媽媽，亦都慢慢淡出香港幕前，將重心轉向咗家庭。近年佢經常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同一雙兒女嘅生活日常，記錄細路仔嘅成長點滴，狀態鬆弛又接地氣。同時佢又全面發力內地市場，接拍咗唔少嘅網絡電影同埋劇集，嘗試各類型唔同嘅角色，仲開通直播同網友互動唱歌，分享好物，工作排到滿滿當當。儘管人生經歷過唔少起伏，但係佢始終樂觀堅韌，靠住自己打拼，兼顧家庭同埋事業，活成咗獨立清醒嘅單親媽媽範本。李以紅經典國殤，坦然迎歲月嘅真美人。1994年，李以紅參選香港小姐，憑借住嬌俏甜美嘅長相同埋爽朗跳脱嘅性格攞到咗季軍，仲斬獲咗最受傳媒歡迎獎。啱入行收穫得極高嘅關注度，佢嘅演藝起點堪稱係夢幻。出道首部劇集《阿 Sir 早晨》就搭檔天王黎明飾演情侶，後續資源一路走高。1995年佢喺古天樂版《神鵰俠侶》當中飾演嘅國殤，嬌憨靈動又帶住小東邪嘅仙活勁，成為咗幾代觀眾心中冇辦法超越嘅經典版本。轉戰電影圈之後，佢先後2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提名，演技備受業內認可，所有人都睇好佢嘅星途。但就喺事業上升期，李以紅因為家族遺傳，加上長期工作高壓，患上嚴重嘅抑鬱症，甚至出現過輕生嘅念頭。佢不得不全面停工接受治療，慢慢咁樣淡出娛樂圈。康復之後就同丈夫定居加拿大，仲考取精神科護士嘅資格證，成為咗一名精神科嘅醫護人員，用自身經歷幫助更加多受情緒困擾嘅人。如今52歲嘅佢，絲毫都冇容貌焦慮，大方公開冇濾鏡素顏照，面上嘅淡斑清晰可見。佢亦直白坦言呢一個係更年期帶嚟嘅皮膚變化，坦然接受歲月嘅痕跡。比起刻意維持少女感，佢呢一份真實鬆弛嘅狀態，反而係贏盡網友嘅掌聲。大家都感慨啦，佢永遠係觀眾心中無可替代嘅最美國殤。佘詩曼四鳳視后，演技封神嘅事業大女主，相信各位觀眾對於佘詩曼都唔陌生噶啦。從瑞士留學歸來嘅佢參選香港小姐奪得季軍，就咁樣正式踏入演藝圈。初入行嘅時候，佢因為聲線柔弱，被嘲笑係雞仔聲，演技清潔亦都飽受質疑，連監製都當眾話佢連街邊阿婆都演得比佢自然。但個骨子面透住一股唔服輸嘅狠勁，每日對住報紙大聲咁朗讀練咬字，對住塊鏡反覆咁琢磨表情，連沖涼嘅時候都喺度背緊台詞，監生靠住努力扭住咗口碑。2000年10月錯誤的月光入面嘅祝君好，令到佢一炮而紅，創下46點嘅收視紀錄。2004年金枝玉葉入面嘅以純一角火遍咗兩岸三地，之後宮心計、使徒行者等劇步步爆火，佢更係4度攞低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主角，係 TVB 史上首位四鳳視后女演員。近年佢將事業重心轉向內地。2018年憑借《延禧攻略》入面嘅嫻妃再度爆火，黑髮全靠眼神戲，唔使濃妝都可以令到觀眾背脊發涼。2023年回巢再拍《新聞女王》，更加係橫掃全網，Man 姐嘅形象深入人心，事業再攀新高峰。出道將近30年，佘詩曼始終係以事業為重，至今都冇步入婚姻，將生活過得獨立又精彩。如今就快50歲嘅佢，依舊保持住勻稱苗條嘅身材同埋緊緻白色嘅肌膚，狀態絲毫都唔輸俾後生嘅小花，自律程度令人相當羨慕。喺圈入面公認嘅美貌與演技並重嘅實力派女演員。吳婉華初代三料，圈中公認嘅凍齡神話。1986年，18歲嘅吳婉華參加第14屆香港小姐競選，一舉攞低亞軍、最上鏡小姐以及才華小姐3項大獎。成為咗港姐歷史上面首位三料港姐，啱出道創下紀錄，驚豔咗全港。簽約 TVB 之後，個資源一路走高，搭檔張國榮、劉德華等巨星拍攝宣傳片，仲主持新秀歌唱大賽，起點遠超同期嘅新人。1989年合約到期之後，佢轉投樂壇發展，發行咗《鬱金香的夢》、《煙花雪》等多張專輯，仲攞低過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影視歌三線全面開花，發展嘅勢頭迅猛。就喺事業上升期，
吳婉華選擇同富商胡家華相戀。1993年兩人結婚之後，佢就逐漸淡出演藝圈，專心打理家庭，先後生下咗2仔1女。咁多年過去啦，佢嘅容貌彷彿被歲月遺忘，同當年參選港姐嘅舊照相比，五官同埋整體嘅狀態幾乎冇太大嘅改變。佢平時十分注重護膚保養，加上作息規律、心態鬆弛，始終係維持住姣好嘅身材同埋細緻無瑕嘅肌膚。就算年近60素顏狀態依舊襟打，係圈中公認凍齡港姐。近年佢好少公開露面，淨係喺仔女婚禮等嘅重要場合現身。每次出場都因為絕佳嘅狀態引發熱議，優雅從容嘅氣質完全都唔輸俾當年參選時候嘅風采，係老一輩港姐入面嘅凍齡神話代表。盧淑儀92屆冠軍，雙手半生嘅賢內助。1992年19歲嘅盧淑儀參選咗香港小姐競選，一路憑借住端莊溫婉嘅氣質同埋大方得體嘅表現突圍，最終一舉攞低冠軍、最上鏡小姐、最具演技潛質3項大獎，成為咗當年風頭無兩嘅三料港姐。出道就企上無數人夢寐以求嘅起點。比賽期間，歌手李克勤作為特邀嘉賓參與互動，被盧淑儀嘅機智靈動深深吸引，兩人由此相識相戀，開啟咗一段長達14年嘅愛情長跑。入行之後，盧淑儀原本係星途坦蕩，唔單止參與咗《赤裸特工》、《戰狼3部》等多部電影，仲獲邀出演咗張國榮嘅歌曲 MV， 業內認可度極高㗎。但係就喺事業上升期，佢卻係選擇放慢腳步，漸漸淡出幕前，甘心做咗李克勤背後嘅女人。嗰幾年入面，李克勤嘅事業起起伏伏，盧淑儀始終陪伴喺身邊嗰度默默支持，係佢最穩固嘅後盾。2006年，兩人結束愛情長跑，正式結婚。婚後，盧淑儀徹底咁適應，專心打理家庭，先後生咗2個仔，將屋企入面嘅大小事安排得妥妥當當，喺圈入面出咗名嘅賢內助。咁多年嚟，夫妻兩個嘅感情始終穩定，好少傳出矛盾，係大眾公認嘅模範夫妻。偶然被路人影到同框出行，總係拖手相伴，狀態甜蜜。如今52歲嘅佢，依舊狀態極佳。平時入面唔中意濃妝豔抹，就算係素顏出鏡，皮膚亦依舊通透細膩，身材勻稱苗條，完全都睇唔出歲月嘅痕跡。蔡少芬年少成名，逆風翻盤真性情辣媽。蔡少芬自細就美人披指，17歲嗰年佢參選咗1993年香港小姐競選，憑借住嬌俏靈動嘅長相同埋大氣嘅台風攞低咗季軍，係港姐史上最後生嘅3甲選手之一。簽約 TVB 之後，佢嘅事業一路高開，啱出道就搭檔周星馳出演咗九品芝麻官，後續《大話西遊》入面嘅鐵線公主，《妙手仁心》入面嘅唐之禮，個個都成為咗經典。年紀輕輕已經坐穩咗 TVB 當家花旦嘅位置，人氣紅遍港澳台。就喺事業發展嘅黃金期，佢因為拍攝古裝戲《水月洞天》，結識咗當時冇乜名氣嘅武術指導張晉，兩人相戀嘅消息曝光之後，外界全部都質疑聲。女強男弱，男方靠女方嘅講法鋪天蓋地，幾乎冇人睇好呢段感情。但係蔡少芬認準嗰個人，絲毫都唔在意外界嘅非議，毅然喺事業上升期宣布結婚，堅定咁選擇咗自己想要嘅生活。婚後，蔡少芬逐漸放低演藝事業嘅重心，將更多嘅精力投入家庭，先後生咗2個女。2019年又迎咗細仔，成咗3個細路仔嘅媽媽。佢亦都冇完全退圈，偶然咁接拍影視劇，《甄嬛傳》入面嘅皇后娘娘再度火遍全網。參加綜藝嘅時候，直爽搞笑嘅真性情，又圈咗一大波粉絲。呢幾年入面，張晉憑借住剛硬實力，攞低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事業穩步上升。夫妻兩個嘅口碑徹底逆轉，成為啲圈入面人人稱羨嘅恩愛夫妻。如今嘅蔡少芬年過50，依舊係維持住超 fit 嘅身材，就算係淡妝上陣眉宇之間嘅靈動亦都係宛如少女，活成咗事業家庭雙豐收嘅樣。郭藹明學歷天花板，影帝身邊嘅智慧佳人。講起郭藹明，大家第一個反應多半係佢同劉青雲呢一對圈中出咗名嘅恩愛模範夫妻。1991年佢參選香港小姐競選，憑借住標緻嘅長相同埋大方得體嘅談吐，一路過關斬將攞低咗冠軍。更加犀利嘅係，佢當時已經係手握住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子工程學碩士學位，係港姐史上面公認嘅最高學歷佳麗，實打實咁樣擔當得起美貌與智慧並重嘅名號。出道之後，佢好快獲得 TVB 嘅力捧，首部劇集《大時代》就飾演咗敢愛敢恨嘅龍紀民。
靈動又倔強嘅角色深入人心，亦都因為呢一部戲令到佢同埋劉青雲因戲結緣。之後佢又主演咗《笑看風雲》、《狀王宋世傑》、《放肆有續集》等多部經典影視作品，演技自然唔生硬，人氣一路走高，仲連續4年攞到壹週刊10大電視藝人獎項。1998年，兩人結束愛情長跑，步入婚姻。外界起初並唔睇好呢段背景懸殊嘅感情，但郭藹明毫不在意旁人嘅眼光，婚後慢慢淡出幕前，專心做劉青雲背後堅實嘅後盾，陪住佢從實力派演員一步步行到金像影帝。淡出娛樂圈之後，佢嘅近況一直令到唔少網友好奇。早前黎耀祥喺社交平台公開咗一張同郭藹明夫婦嘅合照，意外曝光咗佢嘅現況。相片當中嘅佢完全係素面朝天，冇半點胭脂水粉，佢係依舊氣色紅潤，皮膚細膩有光澤，狀態鬆弛有舒展。結婚當年，夫妻兩個人始終係低調恩愛，堅持丁克享受二人世界，日常結伴行街、旅行、逛菜市場，平淡又溫馨，睇得出佢嘅日子過得踏實又幸福。李嘉欣頂級神顏，豔壓幾代人嘅大美人。李嘉欣18歲嗰年參選咗1988年香港小姐競選，憑借住混血嘅長相同埋明豔大氣嘅氣質，毫無懸念咁攞到咗冠軍。同年佢又出戰咗國際華裔小姐競選，再度攞到冠軍同埋最上鏡小姐大獎，雙料冠軍加身，大美人嘅名號從此響徹全港，甚至被媒體稱作為50年先出一個嘅美人。出道之後，佢影視資源一路開掛，啱入行就搭檔張國榮、王祖賢出演咗《倩女幽魂2》、《人間道》，之後又接連拍咗《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方世玉》、《海上花》等多部經典電影。古裝扮相清冷驚豔，現代裝明豔奪目，哪怕搭檔一眾當紅女星，顏值亦都依舊襟打，係90年代港圈公認嘅顏值天花板。2008年，佢同許晉亨結婚之後，就逐漸淡出娛樂圈，專心打理家庭。2011年生下兒子，將生活嘅重心放喺家人同埋生活上面。如今56歲嘅李嘉欣保養得宜，狀態長年係網友熱議嘅話題。最近佢仲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去到大阪主題樂園遊玩嘅相片，畫面入面嘅佢打扮休閒隨性，就算係近距離對面拍攝五官亦都依舊精緻立體，皮膚緊緻細膩，完全係稱得上360度零死角。咁多年過去啦，佢嘅美貌始終係在線，從參選時候經驗全場到如今嘅優雅從容，顏值幾乎冇點樣垮過。亦難怪會喺網友票選入面成為咗絕豔港姐嘅奪冠代表，係幾代人心中無可替代嘅港圈美人標杆。盤點完呢10位橫跨30餘年各有風姿嘅港姐佳麗，唔難發現佢哋嘅靚從來都係唔至於精緻嘅面孔。有人深耕演藝行業，靠住一部部紮實嘅作品，企穩實力派嘅位置，將事業活成咗自己最硬嘅底氣。有人選擇退居幕後，果斷適應，用心經營家庭，喺平淡嘅煙火入面收穫咗安穩嘅幸福。有人跳出娛樂圈舒適圈，深耕專業領域深造，靠住學識闖出另外一片天。亦都有人坦然接受歲月嘅痕跡，用真實鬆弛嘅狀態贏得滿堂嘅掌聲。美貌與智慧並重，從來都唔係一句空泛嘅競選口號。佢哋係借住港姐嘅舞台被大眾見到，佢從未被美人嘅標籤困住咗腳步，最終都活成咗自己人生嘅主角。其實票選名次從來都唔重要，每一位都有獨屬於自己嘅光芒，亦都承載咗幾代觀眾嘅青春同熒幕記憶。唔知道喺你嘅心入面，邊個先係當之無愧嘅最靚港姐呢？